启示录第15章。我又看到在天堂有那么一个神秘的启示，又大又奇，有7个天使掌管最后7种灾难，因为上帝的大怒气会在这条灾难中发生。我又看到一个像玻璃的海参天堡，我也看到一条人，佢哋已經贏過幾隻惡處，佢嘅相留嘅代表佢嘅名嘅數目，佢哋企在玻璃海嘅盡頭，拿定上帝本佢哋嘅獻獻，創定上帝嘅僕人摩西嘅詩歌，留羔羊嘅詩歌講：主全能嘅上帝啊，你嘅所作偉大又奇妙。萬國嘅王啊，你嘅道路公義又真實。主啊，乜人敢唔敬畏你呢？乜人敢唔榮光你嘅名呢？人會圍繞你係神聖嘅，萬國全部愛來，在你面前敬拜。人為你公義嘅所作已經彰顯出來了。這條事情以後，我看到天堂嘅聖天打開來，地背有上帝臨在嘅聖帳篷，嘅掌管7種災難嘅7個天使對聖天出來，作定麻紗嘅衫，拍槍號講，胸前結定金帶。4個生物其中嘅一個，將7隻金碗交本嘅7個天使，金碗地背裝滿永生上帝嘅怒氣，因為上帝嘅榮耀老權能。聖天地背慢慢係鹽，嘅7個天使講7種災難完成以前，冇人能入去聖天。